有冇諗過擁抱嘅力量有幾大？一個擁抱足以改變生命。真人真事由 Haggis 改編。1995年10月，一對雙胞胎喺美國誕生。不過出世後冇耐，妹妹嘅心跳同呼吸越嚟越唔穩定。眼見小生命一點一點咁流逝，有個護士做咗個決定，佢將姐姐放喺妹妹身邊，就好似喺媽媽肚裏面咁互相扶持。有一日，姐姐做咗個解釋唔到嘅舉動，佢伸手去攬住妹妹，而奇妙嘅事情出現啦。妹妹嘅心跳慢慢回復穩定，就好似感受到姐姐嘅鼓勵一樣。直到而家，佢兩姊妹繼續健康咁成長。一個擁抱將兩個心連埋一齊。Haggis，抱起奇妙的力量。